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嘛！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危险！哎呦我的！哎呦！孔真，哎呦！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哎呦我的！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，我自己控制着。麻烦你自己看吧。你不要演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，你慢点。哎呦！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！别打那时间了。我知道，哎呦！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。我的娘哎！你把他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！真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！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娘！别好意思。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金针不疼。好。哎呀！别动哎呀！哎呦，你坐这我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最烦人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。哎呦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、3、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3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做放疗了吧。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点了。哎呦！呦，你妈的烦人！哎呦，你这样讲了。我走了。哎呦，我的呀！